Hello，大家好，又係我高 B 哥啊，係時間提醒大家飲水啦，增添智慧，增添水分，智慧如水啊！好嘢，好嘢！今日咧又收到咧在乎不少人物嘅來信。哎呀，我睇到嘅呢個角度咧，我唔夠膽講啊！我知我識得講啲，唔識得講啲啊！終於咧在乎不少人物咧幫我咧整理好晒所有嘅資料咧，跟住咧方方面面都包圍咗咧同我咧講嘅同一樣嘅嘢，喺度咧賣緊咧呢個日本。因為咧近排咧我留意得到啊，就係咧呢個日元咧即係跌得好犀利。咁我拍檔都提醒過我，喂，真係跌得好勁。咁啊，當然啦，呢排咧日本咧咁多事係咪？有啲人本來咧就話咧想咧聖誕節啊或者聖誕前後咧就去日本。咁啊，但係咧即係講開就話，喂，跌破5算啊，對港幣對4幾都唔知係幾耐未見過一個咁嘅銀碼，咁真係好誇張。咁但係當喺咁樣個狀況出嚟嘅時候咧，我哋嗰個觸覺咧，不嬲咧睇開時事啊，睇開經濟啊，睇開政治嘅人咧，就會個觸覺唔同啊，係咪啊？個角度睇嘢唔同，就覺得咦唔對路喎，即係日本點可能而俾你咁樣做啊？係咪背後係一套策劃嚟啊？咁啊諗到啲啊，諗唔到啲咁啦，唔好學人哋認叻啦，不如咧直接咧就聽下咧在乎不少人物咧點樣同我哋講啦，好唔好啊？嗱。好啦，高 B 哥，嗱，本來呢一集咧，我想同大家講講啦，就係美國最近啊，佢政府嘅作弊噶，而啊 AI 呢個詐騙嘅行為，仲有咧呢個美國私募咧，佢哋咧連續咁樣去爆雷，對於我哋自己啊做開私募嘅業務咧，都有唔少嘅負面嘅影響噶。不過咧，我聽到啊，好多人咧對於咧高市早苗啊恨之入骨。咁啊，唔單止咧話要抵制日本，甚至乎話要拋售日本咁樣話喎。啊，呢個令我咧突然間諗起，所有啊嘅政治嘅行為嘅背後咧，其實都係由利益所驅動嘅。OK， 聽清楚啦，呢個係金句嚟㗎。所有嘅政治嘅行為咧，背後啊都係由利益所驅動㗎。嗱，無論咧係國家嘅利益，定抑或係團伙嘅利益啊，定抑或係個人嘅利益都好啊，所有嘅政治行為先至係又變得有價值㗎。OK， 咁啊好啦，喺我哋咧喺度臭罵呢一個嘅軍國主義婆娘嘅時候啊，我哋咧不如咧嘗試下大膽咁樣預測，嗱，多諗一步，話唔定啊，我哋可以咧慢慢接近呢個真相都未定㗎。好啦，最近嘅日本股匯債可以講得係三殺㗎，股市、匯市、債市啊，股匯三殺，咁啊有成交，自然即係有人接盤啦。咁既然跌到咁，咩人嚟接盤啊？係咩人咯？咁啊好啦，資本咧可以咁樣講啊，資本本身咧係冇任何嘅政治取態㗎，佢理得你啊，你咧打緊佢個國家都好啦。佢係資本，如果佢分得好清嘅話咧，佢一樣咧係照顧落去㗎。OK，佢係冇政治取態㗎，只會咧係追逐咧利益回報嘅啫。所以啊，呢一集咧，我哋咧就講一講啦，拋售日本呢一樣嘢。OK。好啦，嗱，大家先唔好帶咧太大嘅情緒咧去聽呢一集啊，因為呢集咧唔係講關於政治啊，唔係講關於嗰啲嘢，而係政治所帶出嚟嘅經濟或者係投資方面嘅嘢。我哋純粹用一個分析嘅角度，所以一定要冷靜咁樣聽，唔好擺情緒入去。如果擺咗情緒入去咧，就會影響咗自己嘅分析㗎啦。咁所以咧呢啲分析咧就一定會錯㗎，因為你而家唔係按照佢個內容，佢裏邊嘅一啲事情、實際嘅事情出現咧嚟到去判斷，而係按照你腦裏邊、身體裏邊、心裏邊嘅一種情緒嚟判斷嘅話，睇乜嘢都會咧係偏差咗嘅。OK， 好啦，咁啊，所以啊，大家首先唔好帶太大嘅情緒嚟聽呢一集先啦。嗱，我哋咧講真嗰句，好少會投資咧日本嘅債市㗎。嗱，我哋咧都係咧食住花生嘅啫，睇住嗰啲咧資本咧係點樣去操作呢個高市早苗啊！今次呢個咧高風險嘅一個政治 show 噶。嗱，高 B 哥你咧都睇到啊，美國呢個霸權衰落，美國嘅剩餘價值咧所剩無幾啦。所以咧喺呢個時候啊，日本咧除咗要用盡美國呢個咧嘅所謂叫做剩餘價值客觀上邊啊，美國嘅政治上邊咧，仲會暗中咁樣支持咧日本去挑釁中國之外，日本咧
更加需要嘅係咩啊？同特朗普一樣啊！佢更加需要嘅其實係錢啊。OK 嗱，真係冇乜人咧呢個角度講噶，所以大家今日咧要認真咁樣聽，甚至乎咧要將呢一集咧轉俾其他人聽下。OK，因為咧日本咧而家更加需要嘅咧係錢啊。所以咧我嘅預期係咩啊？就係呢一次啊高市早苗咧可以講得係賭上咧極大嘅政治風險㗎。嗱，可能咧就係要啊忍辱負重，製造一個咧拋售日本嘅假象，嚟到推低咧日本嘅價格先。嗱，聽清楚呢啲重點詞語啊！咩叫忍辱負重？其實係做出嚟嘅 ，OK？ 假嘅。點解要咁做呢？因為要製造一個拋售日本嘅假象。哇！日本好危險啊，或者日本唔掂啊，或者點樣啊？係拋售呢個日本啊，所以咧咁就能夠咧推低嗰個日本嘅價格啦，係咪？日本嘅價格好咯，令到呢啲資本咧可以重新咧買入日本。咁得意？係啊，資本係咁噶，唔見你冧嗰陣時咧都唔睺你兩眼噶，一係你就升到癲，好似 Nvidia 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唔見你冧啊，佢都費事望你兩眼啊。你打開嗰個電腦啊，睇下一日有幾多唔同嘅股票啊，幾多唔同嘅 ETF 啊，幾多唔同嘅投資標的可以俾你睇先得㗎。喂！唔係冧到阿媽都唔認得，邊人得人理你啊？所以啊，一定要做一個假象，令到咧資本咧可以重新咧買入日本噶。為嘅係咩呢？為嘅係令到日本能夠重新踏上一個正常化，同埋佢講嘅正常化嚇，同埋一個軍國主義之路噶。好啦，嗱過去日本啊無限咁樣 QE， 不停咁樣印錢啊，貨幣咧可以講得係咧無限量咁供應噶，但係啊依然咧。居然係低通脹喎，咁神奇，印咁多錢仲係低通脹，甚至乎有陣時通縮添，咁啲錢去晒邊啊？嗬，嗱日元啊更加俾人形容為咧係避險嘅資產喎，坦白講真係非常之咁唔正常嘅，係咪？原因啊大家都知道㗎啦，因為啊日本嘅利率咧實在太低啊，回報亦都係太低㗎。呢啲咁樣嘅濫發出嚟嘅日元啊，根本就唔會留喺日本發展佢哋自己自身嘅經濟。嗱，反而咧日元嘅融資成本咧就係超低㗎。咁啊，促使到咧我哋咧俗稱佢叫渡邊太太啊，即係日本人咧就拋棄日本嘅渡邊先生，日本嘅標的啊。咁啊，跟住咧去晒揾鬼佬武男，去到啊美國啊好，歐洲又好咧嗰邊去投資㗎。嗱，所謂呢個叫做咧日元嘅 carry trade 啦 ，OK 啊套戥啊套息啊呢個 carry trade， 咁啊有出就冇翻嚟，係死火啦！10幾年過去啦，點樣可以令到呢班嘅呢啲嘅渡邊太太佢哋咧回心轉意啦？嗬，嗱翻去阿渡邊先生個身邊咧，唔再啊為呢啲美西方嘅資產幫佢哋托住個底啦，嗬，好啦，濫發出嚟嘅日元要回流翻日本嚇，唔係嘛？咁外國呢班武男投資者啊，咁啊係唔係就會跟埋阿渡邊太太一齊過去日本嗰邊玩呢？嗬，即係日本啲錢回流不特止，仲搶埋美西方啲錢過去日本啦，嗬。好啦，過去嘅2年啊，日本咧開始咧喺度加息啦，有跡象睇到啊。阿渡邊太太咧，真係開始咧有翻到去日本入渡邊先生嘅身邊嘅意思喎。點解咁講呢？嗱，根據咧《金融時報》嘅報導啊，因為咧日本嘅利率咧大幅咁樣上升，而外國嘅投資者咧正係以20年嚟啊最快嘅速度咧走去咧湧入翻咧日本嘅長債市場㗎。咁啊，今年啊截至係10月底嘅時候，淨買入嘅咧係11.3萬億日元，即係大約咧係718億美元啊，700幾億美元啊，都唔少錢嘅真係。咁啊，似乎咧有資金啊，真係已經喺度咧超前咁樣部署緊啦。但係咧日本離開呢個咧利率啊正常化咧，仲係好遠距離噶，仲係好遠噶嚇。咁啊，實體嘅經濟亦都只係咧依賴住咧日元貶值而產生出嚟嘅效應嚟嘅啫。嗱，例如啊，佢個旅遊啦，嘅旅遊經濟咁啦，佢吸收嘅咧係外資嚟嘅。變咗咧，可以睇到咧，好似有少少嘅增長咁樣。但係啊，日元貶值咧係會加大啊呢個通脹嘅壓力㗎嘛，係咪？嗱，其實啊，以日元計價嘅話啊，佢哋市面上咧好多嘢咧都已經係加咗咧好多價，唔係咁依家少少啊，加咗好多價㗎啦。
所以咧去旅遊嚟講咧，一啲咧都唔算話特別平噶。OK， 咁啊有通脹壓力俾佢哋，但係啊而家整體嗰個經濟咧未必咧係能夠捱得住呢個高利率嘅緊縮環境㗎，更加咧係網論啊同呢個中國呢個嘅全產業鏈國家亞洲嘅唯一對手啊去逐呢個競逐咧全球嘅資本㗎。咁啊日本並行險着啊，政治上喺度挑釁中國，跟住製造一個咧中日可能出現咧軍事衝突嘅一個恐慌，令到啲日元啊喺呢個加息嘅過程之中咧，除咗令到日本嘅國債啊日債嘅價格咧大幅咁樣下跌，日元嗰個匯價咧依然係變成咧大幅咁樣咧係貶值嘅喎，依然OK 大幅貶值，睇嚟咧好似係非常之咁矛盾㗎。但係有可能係喺日本嘅唯一嘅出路嚟㗎，係日本國家呢個唯一嘅出路啊！日本嘅呢個盤算就係點呢？就算咧點樣去挑釁呢個中國都好啦，中國咧係都唔會真係出兵咧嚟到攻打日本㗎。呢個就係佢個盤算啦。所以咧佢只係喺度咧引導緊市場，預期日本真係會隨時變成戰場嘅風險增加啫，即係做個假象俾大家睇。OK。等你預期，喂會唔會真係打㗎？會唔會真係打㗎？咁而家啲風係咁喺度撥啦唔夠勁啦，撥多兩嘢咁啊！所以咧今日小泉又再咧去到呢個咧與那霸島嗰度咧，仲話咧要裝一個咧中程導彈㗎。咁啊驚你唔死，再加多腳先得，係咪？好啦，咁日本真係咧會變成真係隨時會變成咧呢個戰場嘅風險咧，睇落好似增加咗咁樣。咁好啦，變咗可以點樣呢？可以將呢個日元同埋日債呢，佢哋而家有嘅風險呢，唔關我哋事推晒落去中國身上，因為中國兇我哋咋，係嘛？所以日元同埋日債呢個風險呢，推晒落中國身上，去掩蓋住呢日元同埋日債本來就係要大跌嘅呢個真實嘅原因OK， 本來就係要大跌嘅真實原因。咁喺發生喺呢個咧高市早苗所發出挑釁中國言論之後咧，11月嘅21號德意志銀行咧發出咗呢個警告㗎。咁神奇係德意志銀行發出嘅？係佢話日債咧會可能啫重演翻咧英國快閃首相卓慧思一個英國長年期國債極速崩潰嗰個狀況。當日咧崩到阿媽都唔認得嚇死人㗎。理由係高市早苗咧推出好似卓慧思咁樣嘅一種咧財政嘅擴張嘅政策，完全咧冇提及過咧日本而家個地緣風險㗎。好啦，即係話德意志銀行咧好似當日本嘅地緣風險冇到咁，冇提咗出嚟。相反地咧，佢就話可能咧呢個咧日本咧有其他，因為咧呢個咧唔能夠維持住低通脹，所以咧購買日本咧呢個嘅叫做債券嘅理由咧就並唔存在啦。咁樣話，咁樣咁得意？唔提地緣政治風險，居然淨係話佢唔能夠繼續咧維持住低通脹，即係真係純喺呢個經濟嘅角度去講嚇。好啦，完全冇提到頭先講嘅日本地緣政治風險啦，係咪？簡單啲講，高市早苗咧將一切胡亂擴張佢嗰個經濟政策嘅負面效果，用中國嚟到咧食咗呢隻死貓佢㗎，要中國食咗呢隻死貓。為嘅係咩咧？就係等高市早苗咧可以咧繼續推行佢嘅所謂經濟政策，而更加重要嘅係咩咧？就係全球嘅資本可以咧加速咁樣流向翻日本㗎。因為若果呢個日元同埋日債係被拋售嘅話，嗰個價位到咗佢哋預期嘅低點嘅話，咁喺呢個適當嘅時機嘅話，日本咧就會犧牲高市早苗㗎啦。就好似咧英國嘅卓慧思咁，以高市早苗咧落台作為一個終結，咁變咗危機就能夠解除，跟住就可以挽救翻日元同埋日債啦。咁到時候大幅咁樣先至係反彈，刺激咧更加多嘅渡邊太太回歸翻嚟日本㗎。咦？咁即係呢排要夾住啲日本資產日本股票日本債券日元咁樣喎，係咪咧？好啦。
劇本啊係咪真係一定會咁樣行先？嗱，聽住啦，劇本嚟嘅咋嚇，荷包又係自己㗎，自己諗過度過啊。劇本啊冇話一定係啱㗎。你知道啊，香港啲導演啊拍戲都係咁㗎，一係就冇劇本，一係就喺現場咧就改劇本改到飛起咁啊。所以咧劇本嘅嘢咧，今日同你講完啦，過2日可能都改咗都唔定㗎。所以自己要及住自己嘅荷包。OK， 嗱，劇本係咪真？咁啊，真係咪咁樣行嘅啦？嗬，大家都知道啦。日本嘅金融市場咧，其實咧相對嚟講係比較封閉㗎。咁啊，過往咧外國嘅投資者嘅參與程度其實相當之咁低㗎。嗱，好多人都話咧，日本嘅國債嘅規模啊，其實比美國更加大，佔佢哋嘅 GDP 嘅250% 咁多㗎。但係咧，大家又真係唔好忘記，佢哋有一半嘅國債咧，其實咧由日本央行所持有㗎。咁啊，同美聯儲咧持有嘅美債，只係得美國咧政府啊，佢嘅總債務嘅15% 左右咧，係好唔同噶。OK， 頭先嗰個係一半，呢個得個15%，一個係50，一個係15啊。而剩翻落嚟嗰一半咧嘅日債，即係日本嘅國債咧，有邊個攞住嘅咧？大部分都係日本嘅銀行同埋保險公司等等呢啲企業咧持有嘅，好少咧係有外資啊去揸住噶。所以咧，日債嘅流動性第一本來就比較低啲，咁啊，所以風險亦都係即係喺度糖水滾糖魚啫，啱唔啱？如果啊大家咧都仲記得嘅話，2019年啊，巴菲特咧就開始入股日本嘅5大商事，咁啊從嗰陣時開始咧，外資咧先至開始咧慢慢咁流入咧佢哋嘅股市噶。不過日元啊一直咧都喺度貶值緊，咁所以咧變咗咧佢哋嘅實際投資回報咧就唔係好似咧日本嘅日經指數上升啦，嗰個呈現咧去到咁多啦。因為咧日經咧去到啊超過咗5萬點噶，但係咧因為咧嗰個幣值貶值咗啊嘛，咁即係咩啊？咁即係你賺幾多錢，轉個頭又俾個幣值貶值咗，就扼殺咗你嗰個升幅咯，係咪？嗱，直到最近啦，佢哋咧仲放棄埋 YCC 咧，即係咩啊？長年期債券嘅孳息率控制啊！咁呢個咧，日本央行咧而家主動咧減少咧購買日債，令到點啊？嗰個日本嘅債券本來已經係極少嘅流通量咧，變成有所增加，喺外邊多咗啦。加上咧日本嘅保險公司啦，同埋銀行等等咧，佢哋開始咧調翻轉頭咧減持日債噶，咁啊導致到咧債券個利率咪上升咯，係咪？因為冇乜人買或者多咗，咁啊嗰個利率上升吸引人哋買啊嘛，咁啊嗱。債券嘅利率上升，即係話債券價格就下跌啦，係咪？嗱，而日股咧亦都嚟到呢度成4-5萬點嘅水平。對於日本嘅內部，甚至乎對於外資啊，或者喺海外玩咗好耐嘅日本嘅嗰班渡邊太太們啊嚇，日債咧而家變得咧越嚟越咁有吸引力啦。嗱，咁先至會好似咧我上面頭先所講啊，咁啊有數據咧睇得到啦。呢啲渡邊太太咧開始咧超前部署買入呢一啲日債啊，所以咧好多嘅市場啊，如果用教科書裏邊嘅理論嚟講，咁啊根本咧係簡單認為啊，加息就必定會令到債券嘅價格下跌噶嘛，係咪？啊，加息係會下跌噶嘛。但係啊，日本呢個30年嚟啊零利率嘅唔正常嘅國家，對於佢哋嚟講咧就唔係一定啱噶呢個理論啊，短暫嘅崩潰式下跌。好似咧4月初嘅時候咧，嗰個港股嘅極速下跌啊，可能咧係造就咗咧一個咧所謂半價大清貨嘅形象，哇冧到阿媽都唔認得。跟住咧買入一啲日債，所以咧資本咧可以講下，佢哋真係冇政治立場噶，佢哋只會平衡呢個咧利益同埋嗰個風險嘅啫。好啦，咁啊高市早苗嘅呢一種嘅政治操作啊。加上埋咧，美國而家 AI 泡沫咧，隨時咧係會爆破噶。咁啊，對於咧全球嘅資本嘅流動咧，係產生咗咧個風險咧，可以講得係非常之咁大噶。但係日本依然咧要冒險咁樣去操作，最底層嘅邏輯或者嘅原因係咩咧？日本嘅財政啊，比起美國呢個財政咧係嚟得更加差噶。OK， 錢啊就係要錢啊，比美國仲差。日本嘅政府啊，嗰個利息開支啊，你知唔知啊？佔政府嘅總支出幾多啊？嚇死你啊！日本嘅政府嘅利息啊支出咧，佔咗佢哋嘅總支出25% 咁多。
比起美國咧只係佔13% 左右啊，佢係差唔多多成倍咁滯㗎。咁啊，佢仲何來有錢走去搞抗軍先得㗎？哎呀，所以啊，日本政府咧更加需要咧大量咁樣發行債券，需要咧佢哋嗰班咧渡邊太太們係咪啊？嗱，日本嘅經濟咧喺呢個7月至到9月份嗰個季度嘅 GDP 咧係衰退咗1.8%，即係話負1.8㗎。呢個咧係6個季度以嚟啊嘅首次嘅萎縮嚟嘅。咁啊，俾到咧高市早苗一個藉口啊！就係啊，可以大搞經濟刺激啊！於是咧，刮穿個荷包，刮啦，夾硬刮咗咧21萬億日元出嚟，折合咧大約咧有1350億美元咁大把啦。咁啊，仲咧已經係喺呢個咧疫情以嚟啊，日本最大規模嘅額外財政開支嚟㗎啦。咁啊，刮出嚟做咩咧？嗬，1350億。不過咧，我哋聽一聽啲數據先。呢個1350億啊，係咁依對比一下，對比邊個啊？對比嗰啲英偉達啊、NVIDIA 啊、咩 OpenAI 啊、咩甲骨文啊、Oracle 啊，呢班咁嘅美國嘅科技巨頭啊，或喺佢哋口中咧，開口埋口就話：我啊3000億，你幾多啊？我啊5000億咁樣。喂，下下都講呢啲數字㗎啦，係咪啊？喂，講真嗰句，真係冇得比。咁樣刮穿荷包先得個1350億美元出嚟。咁即係話，日本咪應承咗特朗普話要攞咩5500億出嚟投資嘅？啲錢喺邊度嚟啊？係咪？即係話日本咧根本就攞唔出呢5500億美元出嚟咧去投資美國㗎。喂，到底啊 AI 投資係一個咧虛幻嘅假數啊，定一話係啊日本而家個環境先至係一個現實嘅世界啦？嗬，嗰個講到3000億、5000億吹到咁大，其實咧原來喺現實世界咧要刮1350億出嚟咧係要刮穿荷包先有噶，邊個先係現實先？好啦，日本政府啊仲話佢個財政刺激啊係可以咧壓低嗰個通脹喎。吓？財政刺激可以壓低個通脹，佢話仲可以幫助人民渡過呢個咧高通脹嘅難關咁話。佢例如就話啦，佢可以咧向咧每個日本嘅家庭提供咧電力嘅補貼7000 yen，咁即係大約咧港幣咧350元到啦，約數啦嚇。呢種咧所謂聊勝於無嘅補貼啊，喺香港咧就已經俾人鬧死㗎啦，都冇鬼用嘅係咪？嗱，不過啊你又冇聽錯啊嚇，高市早苗咧就話。財政咧係能夠刺激，可以咧就係壓低通脹咁話。我咧就從來冇聽過呢啲咁樣嘅經濟理論啦。啊，我咧就好懷疑咧，佢大學啊，佢嗰個大學唔知係咪咧喺呢度咧俾呢個音樂老師嚟教佢嘅經濟㗎咁。喂，唔係咁講㗎，喺國內通常都話，哇，你嗰啲經濟係體育老師教㗎，咁樣話㗎。總之咧就係話佢唔拉更啦。喂，係咪有音樂老師教你經濟啊？點解可以咁樣講話呢個財政刺激反而可以壓低個通脹㗎？係咪？嗱，日本嗰個通脹率咧已經係高出咗預期，10月份咧嚟到咧3% 㗎啦。如此咁樣嘅擴張財政啊，後面日本嘅通脹咧會升到去咩嘅地步咧？正當咧美國呢個科技股瘋狂咁發債喺度搶錢，而美國政府咧又要咧喺個市面上面咧係咁喺度發債搶錢，就正如咧德意志銀行嘅報告講到一樣，投資者咧就會懷疑啊日本咧對於咧壓抑通脹嘅決心同埋能力㗎，日本嘅債券就會咧冇人問津㗎啦。所以啊，呢次嘅拋售日本日元咧同埋日債咧係會終極一跌㗎，啊定係一話係長期嘅趨勢嚟嘅咧？即係唔係終極一路下跌，無啦啦急啲又慢慢嚟，又急啲又慢慢嚟，但係就會係長期趨勢咧？高市早苗或者咧佢啊背後嘅政治團夥又好，話以呢個咧日本嘅經濟咧作為一個賭注嚟到咧挑釁中國。咁啊，日本咧就算用呢個咧犧牲高市早苗都好啦，日債啦、日元啊，會唔會咧只係短期裏邊震盪，後來而家又回升翻咧嚇？唔係一個死貓彈嚟嘅啦嚇，就睇下咧日本咧點樣可以做到咧回頭是岸呢件事啦。嗱，因為啊，如果長此落去嘅話咧，就算唔出現一個軍事衝突都好啦，中國啊以整個亞洲對於日本啊產生嘅嗰種嘅敵意啊，
只會令到日本咧係進入一個萬劫不復嘅境地㗎，不斷咁樣咧係陷入一個咧地緣嘅危機嘅。嗱，到時候就算日本嘅資產價格幾賤都好啦，即係就已經去到 cheap 賤價格價位啦，都咧唔會有人有興趣去投資㗎。我唔係話我上面講嘅嘢咧就一定中，但係亦唔係話鼓吹咧大家咧去投機去日債嗰度只不過係話咧喺呢個金融世界裏邊咧，真係當輿論出現咗一面倒嘅狀況嘅話，大家咧真係要多一份機心㗎。因為咧，我講過噶嘛，資本咧係冇政治意識立場噶，佢哋咧只會做平衡利益同埋風險嘅啫。一個星期之前就話咧呢個美聯儲放鷹喎，咁所以咧就話12月咧可能咧未必減息啦。哇，搞到嗰日咧美股都大跌啦，係咪？咁跟住咧市場上面咧就話減息嘅機會個機率咧係跌咗咧得翻咧39% 㗎咋？喂，點知啫嘛？就係琴晚咋？呢個咧紐約嘅聯儲主席呢個威廉姆斯咧，佢突然間表態，咁一表態完話，喂，可能真係有進一步減息嘅空間咁話，已經即刻令到咧減息嘅機會咧由頭先嘅39% 咧，突然間上升咧去到70% 㗎。喂，股市即刻就恢復翻上升。喂，定係有人放風出嚟趁好消息出貨咧？好，下一集我會同大家講下咧作弊集團遇上咧詐騙集團噶，喺呢度就完啦。哇，精彩咧！我都特登輪咗2次，希望咧用講故事嘅模式同大家講，咁但係都係講得唔夠好，講唔夠精彩。有陣時咧墨水唔夠就係唔夠不過咧裏邊嘅內容咧應該都足夠咧大家去思考，同埋咧去留意住市場嘅變化。再加埋咧，可能咧都會咧唔多唔少知道高市早苗點解要出嚟咁樣做咧？嗱，我都係講嗰句，呢個咧未必係唯一嘅原因，但係呢個可能係其中之一個原因。咁仲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咁邊樣行先，邊樣行後咧？其實咧係因應一個時間嘅變化，同埋當時嘅局勢嘅變化咧，突然間咧邊樣嘢要繼續推，邊樣嘢要縮翻轉頭噶。所以咧，真係咧唔可以咧一口咬定，同埋上個禮拜咬定完，下個禮拜又話唔可以變，跟住咧繼續要堅持住自己上個禮拜睇法係啱，所以不停要揾啲嘢去支撐上個禮拜睇嘢係啱。但其實唔係你錯，係高市早苗真係變咗啊嘛？點解要咁堅持啫？唔通高市早苗唔可以變嘅咩？我自豪，因我多角度思考，晏啲再見，拜拜。